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着锦溪，我会找他聊聊的。他都变成这样了，你还护着他呀？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相信他，那咱们走着瞧。这才是我的生活，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快了，快了！现在全家上上下下都开始讨厌苏妍希，就算你顾西城喜欢又怎么样？大家都讨厌他，慢慢的你也会讨厌他。到时候老太太站出来再替我说2句话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顾家，做堂堂正正的顾家少奶奶。哎呀，最近少夫人怎么总是对我们这么刻薄，还老骂我们呢？就是啊，以前不这样，最近怎么老这样？哎，还是她的小姐姐好。嘘，别说了，赶紧走吧。真没想到，事情都摆在他面前了，西城还在为他说话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少爷应该比我们了解少夫人吧？那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就应该有他道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这少夫人以前也不是这种人呐。是啊，那就说明他以前呢是装出来的。看看他现在抓住西城了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说这要变，她也变得太快了吧？那你的意思是再观察他一段时间？啊？看看景熙